张。再一栏嘛，再一栏，拉一下分数。哎！好难哦。哇，13分，一模一样。好，万红丁丁来抽一个，糟糕。哎呀，糟糕，觉得不太妙吗？目前26分啊，不会。对面只要比你们多抽一张蓝就赢了。基本上今天我们要赢，我们来单角形开法。哎呦，用我的等腰三角形。对，你是上单角，算你吃货。没有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关系，应该会有，等他应该会有，等他开完是不是？应该会有。来红的、紫的、蓝的，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必胜点法。我昨天教他，这是正三角。你让他摆正啊，糟糕，你这样只有2个等腰三角形啊，没办法开3个啊，完蛋，死定。数学不好，会变一个会有3个，四边形。所以都有3个。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来个闪电。他怎么感觉你好像2个怎么等腰三角形？这是平行四边形点法。平行四边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知道我的隔壁那位教错方法。看来还是要靠我。哇，至少我不是满绿，谁满？相约等一下去吃一兰拉。谁满绿谁请客。吃一兰啊，一兰拉面哦。蛮好笑的。你要请客喽。自信之点，一个篮子啊，自信之点。让你看看什么叫传统等腰三角形点法。哦，看清楚了。出来！自信之点，相信自己。有没有看到？有自信就会中红，抽起来。胡冲，你中了。再来一个等腰三角形。Part 2。看清楚，那个很明显是三角形而已吧？三角形也是等腰三角形，正三角形也是等腰三角形。哇塞，他一红直接虐前面，直接逆转，直接逆转。对，我就说，看我可以开3个等腰三角形，第3个到底在比什么？看谁在数学逻辑比较好。你说，你再一篮，准备来，再一个篮，手号，出来！哦啊这，哎呀，没关系，我们这个长方形，这个红色够了，这红色闪电红色够了，一个红色分数很高。让你看看让人羡慕的 Give Me Five 来前面的，看到没有？那我呢？舒服，你不用。2件事就会刷偷摸。好，结束了，可以把这个交给15分。看到没有？哦，漂亮。可以把这个交给隔壁准备输掉的队伍。反王可能小队。看来我们要赢下第一关了。是小队总共是几分？加油！哦，这个数学题，来交给你算一下。欧洲的吗？我没有啊，没有。 54。哦，看到没有？54分。 54分。对，最高满分就54。加油！我们哎，压右下角那个吗？按这个。你也可以一张一张。你也可以一张张开。他们应该是44分。我不喜欢一张一张按啊。哦，这个是什么？满天星开法，海派。起来，全部都绿色。满绿。红的，满绿。哇，绿油一片。也算是新纪录啦，也算是新纪录。 11分。我刚好在红边后面嘛，它就会几率降低。对。那个雨熙说那个几率被稀释掉了啦。因为我刚刚在红边后面叉叉嘛，全部确认。好，那换这个吴月熙喽。加油！好。你要补一下雨熙的分数，你要补一下。好，我加油！我自己开个紫色，先抽。没有，你开的没有自信就不会中。没有自信啊！对。蓝的，紫的。还有自信吗？好，我再开回来。月薪交期。有自信。给它开起来。红的开起来。可以吗？来个红的就逆转喽。别，来，绿。不行，归你。哎呀！最后一个，美猴王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归你。有个100%是绿的。 100%是绿的吗？对，100%。真的假的？哦，贡献一篮。3分。他们目前是小 P，目前24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要几分。我们拿尾盘好不好？来，后起脚要来了。红变，我还你原形。现在目前还差30分。而且我们直接听说我们现在直播人数已经爆4000以上了。保底蓝了。水蓝，蓝的。再来。双蓝有机会逆转哦。哦，有机会哦。对啊，你算是跟我们来一个红，哎，真的，一张红就血虐。红吧，因为你没有含自信之点。还想吃腰吧？最后一张，
可以啦，来一个紫色的。知道以后合卡要找谁合了吗？知道抽卡要找谁抽？你们知道谁是26盒零红的吗？哇，13分。哎，他们现在分数是差几分？差一张红变的，差一张红的7分，所以我最后一个了嘛，北风北喽。北风北。聊天室纸边刷起来，纸边刷起来。北风北很可怕的，要不然然后纸就很惨，要不然片就很红片回家。我这只能靠你了。没有，有可能就是别人糊掉就没什么。对啊。哎，会不会最后哦，他是先开右边的哦，这个套路我看过。好可怕。北风北打法。一张红的。哇。那这样我会想哭哎。看来我们要拿下这一局。要红的吗？红一个，死去。好水，来绿色，漂亮。绿油。谁是欧洲人？然后就等下什么随便下面出一个紫色闪电。跟我念一次，谁是欧洲人？我就问你谁比较？我就问你谁是欧洲人？哎，太神了！太舒服了！我看到这么多绿，我脸都绿我了。这个人说情人节祝你们好绿哦。好，我们今天这边已经算完了，强大的数学能力的运算之下，当然54比48。哎，有一刚刚这个对不对？对，没有错。好，这个只是第一环节，因为我们是一个3战2胜的比赛。对，第一回我们靠的是运气，第二回就靠的是实力。而且看他们对不对？我刚刚这个看一看，我想说，你知道抽这种东西，因为一般玩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氪金要抽，没关系，我们线上抽给你看，真的，对不对？直接抽起来，真的是有点难抽。而且8位嘛，真的是看完他们抽，觉得自己还好啊，也还好嘛，对不对？也还好，而且这个刚刚是多少？8个人抽80，等于88抽，对，一张红，这样的几率算是这样几率算正常，是正常，88抽这样算还不错，算还不错还不错。对啊，可是刚刚有一队好像有2个全绿的，那个就是有点糟糕。那个真的是蛮衰的。没有他们那个表情看来必须要极说一下，为尴尬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今天不是3个趴，然后我们这一队队友就说，我们等一下一定3比0他们，不知道哪来的自信。而且你知道，我刚刚看他们抽卡片的时候，我已经抽到这个全身都发热。最近你知道讲到身体发热会一件可怕的感觉，但是因为是 fever， 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的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狂送的这个 fever time 来了，这个是拿东西拿好，刚拿到爆开的一个环节，要怎么用呢？我来教一下各位哦。这个 fever time 哦 ，fever time 就是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把荧幕给解开，大家旁边这个我们这边这里的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然后呢，只要下载完冰放的 App 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橘子线上嘉年华的开箱群组。那要怎么开宝箱？我现在开宝箱给大家看哦。好，我要先点进去哦。你不要把大家的6000开走。对。哎，如果开到6000，我也是很尴尬。哎，你会很尴尬，你会被圈出来，圈出来。好，哦。这个我先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我们这边就是有宝箱来，到时候如果大家有看到，再把它点开就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宝箱呢，因为情人节的关系，大家都去外面采买了，所以宝箱就先不开了，我先留着。没有，你就把好的东西留给他们。我就先留给大家开，但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这个宝箱群组一定要留着。好，这个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机放回去，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进行下一个环节。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下一个环节呢是要靠呢你们的脑力啦。哎呦，厉害了！谁是智慧王？好吧，知识王。知识王，没错，就是你一定要很了解我们天堂 N， 要不然你们今天坐在这边一定是来骗通告费的嘛。这么血腥是不是？就是啊，我们就这么血腥的节目啊。两位美女，我刚刚突然看到那边有一个很神奇的转盘，没错，那个是干嘛的？那就是由我带给大家的福利了。哦，哎呀，你也有福利环节。福利啊！身为一个是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什么？我们蛮想知道。一个就是转盘女郎，乱讲。很明显他已经没梗了，你知道吗？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一个转盘女郎，谢谢。这个要怎么玩？这个呢，就是呢，给所有伺服器的人，所有的玩家的人一个福利。那我们请我们刚刚获胜的队伍的其中派一个人，小队，你们要派一个运气最好的，因为如果你等一下转的不好，哎，全部的玩家就公干你。对，比如说你转到一些烂礼物什么的，就不太好。刚刚是谁抽到那个红色的？胡冲吧，哎，是我，令胡冲，胡冲要不要来转？胡冲要不要来帮我们炫一下这个转盘？对，是我吗？因为你转到什么就要送给我们的观众。你来扛一下伤害啦，因为被干的会是你啦，不是他们啊。然后可以转了吗？可以转。有口号吗？有口号吗？有，来，来，自信之转。转什么啦？什么
么那种谜样的影片会看到的那种。对对对。好，归零，加倍，500。海撒的祝福，所以不错，所有玩家都可以获得500英海撒的祝福，谢谢互冲，小心。好了，转盘女郎看妞妞这么一个娇弱的女生搬那个转盘，我都觉得是很凶，会羞，直接拿走。我娇弱，我撞到了。好，那我们一样看一下我们这一关的游戏规则。没错。好，对，我们在上一次字卡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谁是知识王？我们总共会有10题的问答题，每题是1分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念完题目之后，2个队伍需要在10秒之内，在我们的白板上面作答。那呢，最后我们会统计哪一队获得的分数比较高。如果等一下呢2队刚好平手的话，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延长 PK 赛。好 ，PK 赛 ，PK 得失啊，好不好 ？PK 得失，yes。好，这个可以看到我们2队手上都已经有白板了哦。等一下呢，不可以用这个斜眼飘大法。你都是说看到有点拖汤的方式，这样，那个瞥眼的看旁边吗？这是什么斜轮眼？是不是？斜轮眼。写自己现见。好，那我们就请杰林帮我们先出第1题，先试试水温。好的，来，我们的8位实况组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这个题目了。算是基本款啦。对，等一下如果真的答错，你就前面走出去，然后过马路回家了啦。因为外面叫车了。对啦，好不好？来，第1题。天堂 M 中的职业共有几位呢？聊天室的观众，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洗一波跟我们讲哦。5、4、3、2、1，请公布你的答案是。哎呦，大家的9，怎么有人在工商啊？订阅嗷是怎样？好了，那我们正确答案没错，就是9位，恭喜！因为我们各自加4分，我们每一位答对都会得到1分。好，对，没错，好不好？要再来1题吗？第2题是0分啦，平手。对，平手。好，第2题。我来吗？好的。天堂 M 最新的职业，而且又是唯一女性限定的职业，全名是什么呢？4、3、2、1，请公布你的答案。神圣剑士。哎，那这样就要看有没有人有错字。恭喜答对了。哎，有错字吗？不好意思，是考是不是？坤圣剑士。哎，帅哥你摸到了。啊，可以，我们没有那么机车，没有。全对。哦，又全对了。是的。哎，所以这其实在考他们谁第一个出错。好可怕。就老鼠屎。而且被这个字写错。好，第3题，如果刚刚有仔细在看的，我们在中间其实有很多广告，你就会知道正确答案了，好吗？第3题是天堂 M 最近的女性代言人是谁？我知道，从澳洲飞到台湾，记录每个动态，对不对？那个没错吧？买房。哇！哎，已经写好了，是？3、2、1，好。吴卓源，哎，还有人写 Julia，可以加分吗？可以加0.5分。哎，加0.5分，他们可能就赢了，不要都对吧？都对，好，厉害啦！目前还没有人有出错过哦。是的，第4题。要我来吗？台版天堂 M 的首次联名活动是与哪一个单位合作？基本上就是哪一个台湾的 IP 啦。没错，是的。合作呢？是哪个呢？哎，正确答案是5个字，提醒你们啊，那个前面2个字笔画很多，千万不要给我写注音。5个字哦。5个字哦。然后就他们不会写前面2个字，前面如果2个字不会写，那算得分还是算？如果他写注音的话，写注音的话，我必须老实说，身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这个前面2个字真的蛮难写的，非常难。而且在此同时呢，我们在线人数已经到达了5000人啦！哎，这个你知道，我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看过类似的，就是人数一直加。这样很好，因为我们礼物也会一直加。然后我们等下就说，哇，在线人数已经来到了50万人啦！真的假的？那我要记得说，请订阅节目。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霹雳布袋戏，我看到有人写注音了。哎，叮叮的字很完整，也不会写，太紧张，太紧张，你只有2个字，你不要，你拉布袋啊，那我已经紧张到忘记怎么写中了。哦，这个感觉不能给分哎，怎么办？可以给分吗？这可以给吗？这可以给哦，给了是不是？啊，那就要佛心。你知道那其他人就想说啊。那我写这个，我们写那么认真，待会都写注音。好，生气。好，再来第5题，
台版的天堂 M 的首次联名变身是，那个就是刚刚的那个 IP 的变身角色的名字是，没错，布袋戏的霹雳布袋戏哪一个角色啊？就是天堂 M 是与霹雳布袋戏哪一个角色联名变身的呢？是的。哦，这个角色应该大家都认识。3、2、1，哦，看一下。素还真，哇，大家都答对，大家都对耶，你们真的很棒哎！我跟你讲，后面的他们就不一定会答对了。哎呦，越后面越难。对，我现在就来问一题很难的。好，请问一下，在这个天堂 M 的营运代理的公司叫做什么呢？这太难了，太难了啦！写错真的可以前面左转直接出去叫车了。写错真的是这辈子不要再发他了啦。他会不会等下给我画一个？来干嘛他会不会等下画一个图片？因为这样也不能算错啊。哦，对，就画图也不能算错啊。他把4个大的字给我写出来好吗？哦，哎呀可以了吗？来，3、坐车过来就知道应该是哪里了吧？游戏橘子，你那个是什么？你这个很像，你知道令狐冲那个很像游戏筒子吗？隔壁的比较长。哦，那个怎么那么游戏棋子？哎，那个不行啦，不行啦，哎，爸爸，那个不行吧，爸爸，那个不行啊，不行啊，我爸爸摇头了。这连注音都错。韩国语啊，经变键盘侠。哎，你这样子台湾国语，到时候等下现在对观众都说啊，我原住民加个德啦也很正常啊。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对啊。哎，爸爸说不行嘛，对不对？哇，那就是3分跟4分了，没错，直接领先。哇，瞬间领先。再继续给我写注音啊！好，我尽力。对，我去看看谁是猪队友。对，谁是猪队友？杰林要不要来一题？好，来下一题其实也蛮难的哦。台版天堂 M 的上市日期为西元几年，然后几月以及几日哦。这个不是始终玩家不一定不会，知道，对，就算可能是始终玩家，也有可能会错。有可能。对，就算我有去天堂 M 的那个时候，我也忘记是几月几好号。来看一下台湾 M 天堂 M 的台湾上市日期是什么呢？来，3、2、1，请翻开。2017 12月11号，2017 12月11号，2017 12月11号，2018。小姐你多活1年是不是？11号，12月11号，哇，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平手。这个不是 C 的哦，这没有 C 哦，这不是 C 的，这不是 C， 他真的写错。没事，我们会赢的，没事，小事。好，谢谢大家来，接下来第8题哈，天堂 M 中大家俗称的叶子正式名称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怎么办？他们都很厉害耶，他们很认真哎，非常认真。刚刚谁把答案给他们看啦？哦，我好像看到有人写错了。不是，就是有人在写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难写，就是知道说可能会错。有想比较久的，有，因为像我现在，然后也有人我这个视角看过去，洋洋就写超久的。他先写的祝福，前面那个不知道。可以写注音，你可以先写，你可以写注音，可以写注音。是这样。还想偷看好，3秒，不要写错就好。2、1，好，音海煞的祝福，很多人煞都不会写哦。对，音海煞，那个银海煞，哇，好，是银海煞，音没有三声，多一撇是。你多一个3声，对，他说这题你多了，打个勾。银海煞的祝福。爸爸这可以吗？这个可以吗？不过，完蛋，雨熙这边掉1分了。对，因为我们还是 PK 赛。对，我们现在是关键局了吗？我们现在还是现在还是少1分，现在应该是特罗斯或现在获得1分。哦，特罗斯领先1分。是的。好，第9题，这应该算简单哦，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示范。在天堂 M 中最近加开的副本，目前只有3层楼，且 BOSS 级的怪物包含黄泉的乌格努斯跟憎恨的骑士范德等怪物，请问是哪个副本？刚刚好像丁丁有示范到，对，所以应该会知道答案是什么才对。好，来哦，4、3、2、1，冲突之塔，应该都对了哈，有在认真看。那个字是念突吗？图啊，冲突。好，来答对吗？现在是还落后1分，是不是？还是都答对嘛？现在就是特
特罗斯一样是多得1分。对，多得1分，所以这个是第10题了，第10题有可能直接决胜局哦，各位，8位要准备好了。最后而且请注意哦，我们是3战2胜哦。没错，来，所以如果这一局赛是特罗斯获胜的话，直接 N， 直接 ending， 直接 N， 直接 N 了。来，杰林老师请出题。天堂 M 配合神圣剑士推出，可以让玩家再次挑战合成变身或饰品再次强化机会的 Gen Coupon 是第几代？哎呦，这个蛮难的。等一下，可以吗？哦，有人写得很快，有人写得很快，来，3、2、1。五代，雷啊！我看到有一个写3了，地雷啊！谁是谁？谁是地雷？地雷，大地雷，大地雷。答案是第5代，他们出2分，落2分，直接 GG， 直接 GG， 直接 GG， 只落2，完美收割，完美。所以呢，我们获得的是特罗斯小队，恭喜！他们一共获得几分呢？好好奇他们啊！获得了20，就叫你们压我们吧， 39就叫你们投我们吧，在那边。哎，你们现在才开始呛一下，是赢了之后胜之不武哎。 39比37， 39比37。 OK，好吧，就是落2分。对，没错，我们恭喜我们的特罗斯小队。是的，3战2胜，他们已经赢了2场了。就如果有追一把的话，那我是躺着玩了。对了，如果我是玩，我说如果还有追一把的话，就躺着对啊，玩啦。就随便轻松玩啊，轻松 free。对，没错，好不好？所以呢，他们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呢，我们嘉年华会 Gage 商城的限时特惠。没错，限时特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就是呢，还没有买的要抓紧机会了。对，我们满1000呢，我们会打93折，然后呢，如果你是用橘子支付的话，我们还会有12%的回馈给你。明天晚上12点截止，所以大家赶快买起来好吗？是的，总之呢，就跟大家讲啊，冰放这个 app 呢，不能不下载，赶快下载起来，好不好？虽然我们刚刚宝箱没有开，不过没有关系，等一下说不定有机会开给大家看。没错 ，OK 的，好吗？好，那接着下来呢，那个我们要不要来上我们的转盘女神又来了，真的，转盘女神。发出了一个猿头般的叫声。刚刚私下我跟他们在聊天，他说他是腿控，你们等一下可以注意一下，只要修狗一手出，他就会一直盯着他的腿看，一直这样子。不要害羞，没事吧？那个是视角问题，因为你平视对到眼会很害羞。不会啊，就我现在行得正坐得正，怎么会害羞嘞？因为我不一定行得正。你就带有邪念。你看我就站歪的啊，我都站歪的。你好，我都站歪的啊，对不对？一直往后退，你好。好，那既然转盘推出来，当然了，刚刚一样是特罗斯小队获胜。来，要不要派出第2个？是要夏天吗？还是要谁？泱泱来转呢？还是夏天转？泱泱吗？还是2个一起转？一起转，2个一起转，好香！一起转，可以吗？好香，可以吗？一个转左边，一个转右边。好，来一起转。又卡住了。双轮转，没有，他们可以转同一边。顺时钟，逆时钟。好，来，请转。观众不要说我没有帮你们谋福利啊，转。很明显他们卡住了。对呀，到底会是什么呢？哦！还是一样500。因海撒的祝福，谢谢2位，所以大家都可以获得1000的因海撒的祝福，不错，1000元，没错。好，那我们一样的帮我们转盘呢给送回去，好。再来呢，刚刚已经讲了啦，他们已经其实获胜了，眼神表示落寞。对，但是我们第3关呢，还是要给他玩下去，要修帕基嘞，对，要打架王一下。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3关的字卡，来，谁是打架王？双方的战队以混战的方式进行比赛，那我们比赛会才5分钟哦，然后最后生存人数最多的那一队就获得胜利。如果最后你们生存人数相同的话，我们就派1个来进行1对1对决。不过其实也不用对决了，我们就直接前面打到医院去，我们就最后就站这边前面这样对决，我们就现场对决，现场对决，来对决吧，真的打起来。嗨努。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我们2队来讨论一下，要选什么职业角色，战术要怎么走。那我们比赛的地点会在52号的遗忘之岛港口哦，所以我们要请2队把角色移动到指定的 PVP 地图。是的，在他们讨论过程当中呢，当然汤米还是有好康跟大家报一下啦。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嘛，对不对？这个 Fever Time 又来了，各位。等一下要来教大家怎么来 fever 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提了
嘛，对不对？如果说有人说，I had a fever， 你要很紧张。可是如果是 fever time 的话，就不用紧张了。为什么？各位旁边的 QR code 直接拿出来。每次那个 fever time 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在你的旁边一直这样。Fever time 啊，那旁边有看到 QR code 的嘛，对不对？ Yes 大家先帮我们扫一下。那宝箱呢？我们今天先缓着。我们今天先缓着，为什么？因为宝箱是需要聚能的，为什么？因为要聚宝箱。聚宝盆的这种概念，对不对？所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礼全部聚到这个宝箱里面，之后再一次开给大家。所以旁边的 QR code 大家帮我扫一下，也要记得下载冰放的 App， 对吧？然后还加入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打开我们的宝箱。没错，而且我们抽零用金最高是8888，让你一路发下去哦，注意。我今年过年打麻将大概就输差不多这样子。那算少了啦。因为你知道打麻将很邪门，就是。射龙门才邪门吧？射龙门是真的可怕，对啊，就跟刚刚抽那个红便一样，撞柱吓死我了。那个红便像撞柱一样，你知道吗？哦，这个大家也要记得好不好？再提醒大家一下，8888的零用金，对啊，你一定要下载，不抽白不抽，对不对？抽了变白抽。他们好认真哦，他们很认真，他们刚刚在讨论他们的战术，而且靠得好近哦。好羡慕是不是？还是我们要也靠过去？不用，我现在这样我就很开心了。啊，这样算你知足了。因为还有明天呢。你们等下只要看到红点就点好按就好。那呢，我们一样哦，我们再让大家讨论30秒。好，讨论完之后呢，你要让他们呛虾麦，没什么好呛。不要，一定要呛。不是，可特罗斯现在就已经获胜了，没有，因为他们获胜完之后，他们走出这个门，他们不一定会获胜啊，对不对？他们有可能已经2比0了，可是有可能真正的战场在门外。OK， 我觉得要叫救护车吗？还是先叫警察外面排解一下？距离我们摄影棚啊，因为我之前在这边上班，然后我们摄影棚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唱歌的地方，他们会说请勿打架，就代表唱歌的地方很容易打架，通常是请勿喧哗，他是写请勿打架，对，然后什么人身安全最重要什么的，什么打赢进法院，打输进医院，对，就类似这样的 slogan。所以，你有帮我买陈水吗？2队已经讨论好了吗？快了，已经好了。哦 ，OK， 可以了吗？那我跟你讲，你等下如果胡聪，你们讨论完了吗？再1分钟。胡聪，你不要再假装在教泱泱，然后很靠近哦。不是认真教学。你这样子，你要是吗？你这样子，你要让我很羡慕喽。哦，那就让你再羡慕一点，再羡慕一点。好，两边应该都差不多了，然后移动到我们指定的地点52号遗忘之岛的港口。我去下面吧，好，我看一下。哎，往下走。好，移完了之后，我们就让2队呛虾开始了。好，那先呛虾一下吗？来，有没有派出呛虾的？哪一个你们这边最嘴的是谁？就是我。好，就你，就是我。胡聪可以呛虾是不是？可以呛虾，可以。看那一集，来那个我们看哪一集？那一集是不是？对。那个小屁，你不要以为你有我优良的血统，你打这个东西就会赢我啊！不可能 ，Mokolin。什么东西？你蛮屁事的，蛮屁事。我刚刚彩排的时候，不够狠是不是？你刚刚讲彩排的时候很凶哎。你们死定了！你们死定了，知道吗？为什么要长辈？好，那我们另外一边要谁来？小屁你被点名，你要不要来呛一下？来，天堂就只有一个二货。就是令狐冲下去。怎么听起来好像比较厉害？有点不错，凶，有点东西。等一下就让你知道谁是我。OK， 好，那我们两边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画面转交到我们的游戏画面上面喽。是的，谢谢导播。 Go！ 那你不可以交换啊！我听到砰，开始了没？砰，开始了吗？导播开始了吗？有游戏画面给我们看吗？是开始了吗？等下还没一起说开始吧？是开始了吗？开始了，先分开吧。开始了，开始了是不是？先开始了是不是？我开始了就开始啊！丁丁标自己干人。丁丁标一个哦。再标了。让他标，他打我，操！哇！好，死去。再标一个。你们现在战况还可以吗？战况就是对方快要全灭了，跟标打。有标，再标。俄罗斯小队是不是今天这4位是来虐人的？他很像是来虐人的。不是啊，是泱泱太强了。对啊，都靠他们2个。金晕。我跟叶姬。这谁？打对啊，我们俩。打，剩一个。我们先不要急着把他杀掉，我们在旁边看着他打不死我们。打字不掉血。对。
你打这块，打这。没问题，不掉血。顶住吗？顶不住。我要插他。你的标记，我标记，你的标记呢？我标记呢？等一下，我没点到他。你的标记呢？丁丁，金晕救光，哦，难道已经要就此分出胜负了吗？救光，金晕死去，已经分出胜负啦。他只剩下一只鳄鱼，哎，这你的鳄鱼啊！我们是不是要玩虐了？这是我的鳄鱼啊 ，piece of cake。被 GG 3比啊，直接GG 3比0吗？结束，我刚如果我看的没有错，是 GG 3比0的吧？是 GG 3比0。对，哇，游戏结束 ，GG 3比0。哇，怎么那么快？哇天，哪而且还竟然秀出自己的战绩。到底谁是二货？应该答案很明显了。哦打架都会赢。哎，怎么会这样啊？ 3比0哎，对啊，我也不知道好为什么可怜。抽卡也赢，什么猜都题目赢也赢，很可怜。然后 PK 也赢，到底有什么输的？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正义必胜啊！啊，输了友情，输了友情，输了友情。对，友情。好，那当然就是第三啊，没想到特罗斯本来想说要给隔壁你知道反攻的机会，但是还是没办法。没错，我们要来宣布一下最终的胜利队伍，就是我们的特罗斯小队，3比0直接血虐掉了对手。但是呢，不知道我们线上的观众呢有没有预测成功？那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玩冲突之塔的时候是有断线的，对，所以我们要再重复的让大家再看一下，因为有观众在说啊，刚我没有看到。这个我们要先跟丁丁说一声辛苦了，因为接着下来这个冲突之塔，我们来交由你再帮我们介绍冲突之塔一下。导游要再走一次，再冲一次，要再走一次，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算是比较快速的走一次，稍微走一次炫给大家看一下。对，1、2、3层大概走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就麻烦你帮我们弄一下。我们的冲突之塔导游来了，辛苦了啦，辛苦了。最近旅游业也是受到这些很大创伤，所以我没关系，旅游业受到冲击，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冲突之塔团是还是得出的。没错，我们还是再次出发。哦，有了，这个我们先 setting 一下，先 setting 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因为刚刚主要是中间有一小段的这个讯号啦，对，小断掉一下，可惜了。而且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中间这段时间不知道干嘛，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完了冲突之塔之后，还有其他好康要再转给各位。对，而且重点是汤米等一下要 breaking 给大家看。真的吗？我要头转，想看一下。我直接头砸在下面，直接 break 给你看。丁丁的，不要吗？你说真的 break 我想要我直接节目 break 见识。哎，见红是大喜啊！刚刚不就见红了吗？对不对？我看看见红是大喜啊！而且你这样明天就自己主持。但是先不要 break，明天再 break，我会难受。明天再 break ID。好，现在呢，丁丁已经弄好了吗？再给我30秒。好，再给他30秒。哎，可以好耶！各位队员们，很像歌手。进岛啊！所以我说可以，真的可以。没有，你知道有一些就是会修，你这个是直接来都没有问题的。真因为修也修不了，就直接来了。哎，来了，冲突之塔来了，冲起来！好，我们就交给丁丁了，辛苦了。好的，那我们现在先刚进塔里面，你在1楼。对，我们在冲突塔大厅来请一个人组队，我来继续讲。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冲突之塔，它是在游戏橘子在2月5号到2月19号之间开放的限时地图。那这个地图的进入等级条件为75级。那进去的时候有3个楼层，每个楼层你有2种方式进去，一个是花天币，一个就是花名誉货币。那这2个方法，任何一个方法你都可以进场。那我建议是用天币进去会比较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这个楼层的基本上怪物难度非常的高。1楼的特性是属于不死系，所以说每只怪都可以用起死回生。2楼的怪是属于龙族居多，3楼的怪则是属于魔族。那这3个楼层的强度也分别在1楼大概是奥塔6楼到7楼的强度，2楼的怪强度大概是奥塔9楼到10楼之间，3楼的怪则是在奥塔10楼之上的难度。而我的队员怎么都不见了？你们可以回大厅吗？都在里面了。好，那我们一层一层带大家导览一下这个冲突之塔。基本上冲突之塔进去的时候，我是建议，如果你的实力不够强的话，可以组队进来玩。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雷队友，来，我们跟着我们的道路走，怎么没有怪？好，这边的怪，1楼的怪不死系的深渊系列，那它这边有弓箭手跟那个守护者。
但是最讨厌的应该1楼的怪讨厌是一个在地上爬的，它那个小僵尸的东西，它会把你脚绑起来，你脚绑住之后你就不能移动。好，这大概是1楼的地形，他们的地形范围大概有点像奥塔7楼，但是它又有点不一样的改变。有看到中间有一个大广场，那就是每层楼 BOSS 出现的地方。那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其实这个冲突之塔它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它每一层楼的小怪有机会出现监视者，打死之后会直接降临那一层楼的隐藏 BOSS， 就是那一层楼的 BOSS 会直接出现。那这个出现的时候，所有的该楼层的所有玩家都会被传送到那个入口那边，这时候就知道有王出来了。那有人会说，隐藏的王跟真正的王差在哪里呢？基本上掉落内容物是没什么改变，唯独只有必掉物品。在每天晚上9点、10点、11点的真正的主 BOSS 出来的时候，它的必定掉落物品会跟隐藏 BOSS 不太一样，会比隐藏 BOSS 还要多。那1楼的王主要的核心掉落东西是法师系列的双救光。那2楼的王核心掉落的话，基本上是止步，还有那个枪手的2招紫色的破坏技能。3楼的王就比较珍贵了，它会掉骑士范德的剑、传止步，还有2招神圣骑士的那个光烈术。好，那我们回到大厅去2楼看一下。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比较实力没那么强的玩家，可能还没有进过2楼跟3楼。我们这边带大家看一下2楼跟3楼的地貌。它地貌基本上也是跟1楼一样，是属于一个开放型的地貌啊。唯独2楼要注意一下，2楼的那个死角比较少，等于说你会有更多的机会被怪团团围住。中间那个广场就是我们2楼的王黑豹出的地方。那2楼的怪，你们大家看到，这是属于龙族。龙族的特点就是它血特别厚，然后它的攻击力是属于物魔混伤的。你跟它距离，它就用魔法攻击，它就是魔法伤害。可是它的魔法伤害，你的魔法屏障又不好挡。好，那我们2楼大概长这样子。我们再回到广场看一下3楼。3楼地图就是属于目前全天堂 M 怪物强度最难的地图。3楼的怪物都属于魔族的，它的特点就是多了更多的远距离攻击，就属于这种伊弗利特还有伊弗利特王。你是不是打到自己人了？我怎么在掉血？好，那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3楼。3楼在这个活动期间会有一只隐藏的大 BOSS， 叫做它的名字跟奥塔10楼的乌格努斯一样，但是它的特点是很像6翼天使一样，有6片大翅膀。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BOSS， 因为它只有在活动期间的固定一个日期才会出来。那我们第一次在2月12号的晚上12点已经出过1只了。那第2只我也跟大家预告一下，第2只预计出现的时间是在2月18号，也就是19号维护前一天的晚上12点。会出现第2只的乌格努斯。那乌格努斯有什么特别呢？它的特点就是奥塔冲突之塔1楼到3楼的所有王的东西它都会掉落，而且它必掉工匠卷轴，所以这个王它非常的肥，所以一定要去打它。那这个为什么冲突之塔会这么热门呢？因为它算是现阶段天堂 M 的游戏里面少数 BOSS 打死之后会喷满地东西的。让大家捡的东西的王。好，那我们现在1、2、3层楼的大概大家导览完之后，我们回到入口。等一下会展示一下所有的 BOSS 给大家看一下。好，现在第1层楼出现了深渊的吸血鬼，我们直接跟大家刚起来，看我的金晕。基本上3层楼的 BOSS 都是比一般亚丁大陆的王还要强化更多的，而且他们在快死的时候会放大招，会出现一个全画面的特效。如果你当下没有使用魔法屏障卷轴抵挡，或是你的血量不够多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这些王一波带走。好，死掉了。1层楼看到红布就是英雄制作秘籍，就是这层楼王必掉的东西啦。那其实这个冲突之塔最好玩，就是我建议所有有能力的人一定要进来挂。因为这里面的地图的小怪会掉落符石变换石，它是一个非常稀有跟珍贵的东西。
第二个东西会掉落那个纯白的万能药，纯白的万能药也是一个不容易取得的东西。好，这是2楼的 BOSS， 黑豹，贪吃的黑豹，好死掉了，服食变换时蓝色的东西。那2楼比较特点是从2楼开始就有机会掉落工匠卷轴啦。那它的真正的大宝就是紫色的传说制作秘籍。3楼的 BOSS， 憎恨的骑士范德。讲错了，是愤恨的骑士范德。那这只王掉落的东西最肥的就是它会掉神圣剑士的紫色光烈术就是强化版的技能强晕跟强闪。那它还会掉一个它专属的武器，叫做骑士范德之剑。必定掉落的物品最重要就是工匠卷轴。好，这只王基本上还有一个史书1到8章它都会掉。那如果是隐藏 BOSS 的话，它就是不会掉史书，史书就不是必掉的，讲错了，史书不是必掉的。那最后一个这个王应该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是我们黄泉的乌格努斯，它是属于就是我刚刚说的特定日子才会出现的隐藏大 BOSS， 非常的大，有6片的翅膀。那这只王掉落的物品非常的稀有。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一定要召集亲朋好友来把它推倒。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在打呢？我的队友都去哪了？你们是等一下高速逛街是不是？帮你补血啊。单机版哦。你法师补血就算了，你那个近战在旁边绕。好了，那我们这个1、2、3楼的王都介绍完了。那本次的冲出的还剩大概到19号吧，剩下没几天的时间了。请大家把握时间，好好的进来这边享受一波吧。谢谢丁丁。哇，辛苦了，谢谢冲突之塔导游丁丁，谢谢。那个我们的聊天室，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你有偷看是不是？对，很多观众说你介绍的很好。没错，很好吗？很好。谢谢啦，带着大家导览。订阅丁丁。还敢广播？还敢工商啊？不过没关系，因为接下来刚刚是冲突之塔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旋转起来了。旋转起轮，旋转爱情摩天轮。旋转起来。我们的爱情轮。来，我们要来转一波了。我们来请获胜队伍来，一样是克罗斯。丁丁啊，丁丁来。丁丁，我发现我的视线转移很明显的，在镜头上面。你就说吧，你一直在看人家腿。我怕我等下没有那个是我怕人家来，跌倒。丁丁来转一下。从哪边转？这边还是这边？都可以，你喜欢你最好是转这个2020啦。好，没问题。这里4转。快到，直接停下来。好，这样算吗？这样应该算了吗？我们今天我相信这么好的日子应该会给点傻币子吧。导播有没有？导播有没有？我是有看到转啦，不知道杰林有没有看到？我也是有看到。就是，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妞妞有没有看到转？他们在重新确认中。3比0的队伍不给我们一点权利吗？顶多让你多转一次啊。3比0呢？特罗斯小队。我们要问一下爸爸啦。他们已经在开会。聊天室还不嗨起来？聊天室刷一波，谢谢爸爸刷一波6，聊天室刷一波6，不用客气，你们知道要找谁订阅、找谁合卡了吧？说错了，糟糕！今天丁丁是英雄。你今天很猛对啊，丁丁你今天很猛。丁丁很棒你又带大家看了2次的冲突之塔。丁丁是个人哦。我3个，所以才坐在这边嘛，对不对？哇，我是个人才坐在这边。才坐在这边。是。好，那而且刚刚据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回报，就是我们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了我们的加码的一个条件了。那所以我们要加码是什么呢？对，就是我们现在字卡给大家看的。没错，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加码我会抽出额外的名额，然后抽红变什么之类的送给大家。很多礼物要送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聊天室那个说画面上面的我们的加码奖励。是抽3名。对，总共6名。我们要反你还要是不是？你还要再抽？你还要？
总之，我们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线上的玩家们，然后很谢谢大家今天情人节跟我们一起度过。哎呦，这个第1个小时这么快就度过了。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8位明星实况主呢，也要请他们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句话，好吗？哪一句话呢？就是情人节快乐啦！我们的镜头请给这8位实况主一起跟大家说情人节快乐。我们数1、2、3，好不好？好，1、2、3，情人节快乐！谢谢。谢谢吧。当然呢，我们聊天室的观众朋友们休息几分钟之后呢，马上风之谷就要来，所以大家请不要错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有你买，有闲开心买。冰房。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Swap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魂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浩，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耀，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
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9百有钱开心买。边防。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刷票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环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样，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钱，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9百有钱开心买。边防。
行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耀，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帅到变叛徒也好有型 ，Go Go Go！ 是我们浩哥呢，Go Go Go！ 硬要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橘子线上嘉年华。接下来的第二趴呢，是我们新风之谷的挑战赛了，没错。那呢，要跟大家讲新风之谷挑战赛这一趴非常的刺激哦，因为在画面上呢，随时会出现 QR， 然后只要你一扫。我们就送 Gash 500点，随便一扫就有500点，这么直接的吗？而且我随便 Q， 我随便上哦。真的吗？就是现在导播，就现在吗？就现在吗？难道这个 QR code 随叫随上吗？没错，就是这 QR code 扫下去，对 Gash 500点，直接把它免费送给你。哇塞，哎，这个不得了，一扫就500，两个人扫就1000呢。没错，导播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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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导播打开，再打开。对，就这样，我们就是很极端，音控导播，好吧，大家准备好，手机就是要这样子，就一直握着，你要一直握着，要收起来，你要一直握着，我们就是要一直开着，收起来。导播你怎么可以说就说？又出来，说出来就出来，能屈能伸，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仔细看我们直播，好不好？那谢谢导播，可以先帮我 QR code 下掉了。因为接着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在新风之谷环节的来宾们了。好，没错，一样换了新的，我们总共有7位来宾，有几位是我个人比较熟的，我们就请他们来。还以为是说有几位是个人比较讨厌的，没有啦，讲那么直接，不用这样吧？有几位我比较熟的啦，我们就直接从这边开始自我介绍过去。 OK 的。杰哥，大家好，不要，杰哥不要，那我是那个汤米讨厌的铁牛，你不要这样，我叫阿杰啦，对我家一个人，我一个人住没问题的。他刚才楼下跟我 say 这个，哦，那接着下来华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华生，政论节目是不是啊？对，是，你不是也有一个，你你最好私底下就这样子给我讲话，气死！而且他今天心情很重，他穿橘色，讨好我们的爸爸。对，姑姑宝贝就是橘色的。你们抽你吗？我要看。爸爸，我这边有个橘，我没有，抱歉。好，第3位。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宇，记得订阅。你看都你啦，你弄得人家很尴尬了，节奏带成这个样子，你把节奏带崩了。铁牛再一次用开心的示范一次。OK 吧，我铁牛啦。你知道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后面是3个男生，现在是换女生，然后你弄一个那么高标的。我们换我们。那我也要我谁吗？你可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好。哎，我是艾希提亚，我是尤伊娜的，然后我从封测就开始玩了。哇对啊，封测，2005年。所以你总共玩多久？你玩多久啊？这样算就是14到15。等一下，你今年你3岁的时候就玩风之谷了？没错，我今年18岁而已。哇！我今年18岁，这么小就这么识货，有点东西啊，有点东西。好，那接下来，嗨，大家好，我是妮妮 Bonnie， 那玩风之谷已经14年了。哇，又是一个3岁就在玩游戏的，哇，他们的各种拍马屁啊，3岁。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前排的第3位。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我已经玩风之谷10年了。哇，都是10年起跳。真的哎，就像我当女神当10年起跳，我有点悲伤。你8岁就当女神了？哎呀，你真的很会说话，等一下加赖啦。哎呀，好了，给你了。好，然后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丹丹，我玩风之谷也10几年了。
哇，怎么那都10几年了？前排都是那种幼稚园准备要上幼稚园，全部都玩风之谷，这样眼睛都不会坏掉。坏。好，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了嘛？但是呢，我们的好康还是要继续介绍给大家。好，我们的好康是什么呢？我们的好康就是橘子线上嘉年华 Gash 商城限时优惠，所以只要你扫到我们的优惠码呢，我们就会打1000点就会打93折。然后如果是用橘子支付款的话，我们还有12%的活动回馈，而且活动直到12月15号，就是明天的晚上12点前。所以呢，详情请见 Gash 官网。你看，等都等不及，马上就想要下单购买 Gash 点数卡，没错，太厉害了！而且你知道另外一个更厉害是什么吗？刚刚在讲，对不对？点数卡之外，因为我们这个环节是新风之谷，没有错，分为两个环节，一个是这个风之谷的知识王，还有忍耐任务大考验哦。那挑战赛期间直播破2000人以上，应该是已经破了啦，因为我们上一个环节就已经5、6千人了。现在是3124哦，31824，已经破了啦哈。我们会直接全伺服器送神秘虚宝，另外呢，我们还会开放线上观众预测，等一下我们在比赛里面第1名的。我们的实况组，然后预测成功会获得100点的 Gash 点数，然后冰棒会员可以加码获得一张 Gash 点数的刮刮卡，最高可以刮到6000点。对，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的话呢，我们的画面右下角的 QR code 扫下去就是填写问卷了，赶快看一下哪一位我们的来宾有福相，会是今天的第1名啦。哎，这个来预测一下，我有福相以体重来算的话，我们简单的访问一下就好。有没有哪一位是这个对等下的那个环节很有信心的？有没有？知识王没有，莎莎不行。没有不行，看起来比较肥的，就是这个福相应该是。你一次骂2个哦，我跟他在同一阵线的哦，你不要觉得你们2个说就可以这样子哦，有同伴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进行的是这个知识王环节，对，所以待会呢我们也会把白板交到每位的手中，好的，然后呢就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写下答案。我们看一下新风之谷知识大考验，主持人念完题目之后，来宾需在5秒内就要将答案写在白板上面，答对1题得1分。答错1题扣1分，哇，哎，跟那个指考一样。对，我们的策略就是什么题都不答，然后是原分。1到20题是选择题，21到30题是音乐题，积分最多可以获得3000 Gash。你知道3000 Gash 是一个公式，就是每一次我在网络上面跟人家聊天，他都叫我去超商买3000点 Gash 卡给他，然后就说什么我已经到那个约的点啦。你是被骗了吧？对，你是被诈骗集团骗吧？所以大家记得不要乱买，好不好？大家记得小心。但3000点好好用，是的，3000点可以好好用了。好，那现在我们白板都已经翻下去了哈，华生跟铁牛一组，我们2个一组，对，我们2个人就是。因为比较弱，所以2个人一组。别人抢，奇怪，我都讲得奇怪，我们今天请的到底是玩梗还是那个请人蛇丸？阿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朋友是？没有，不认识，来宾的来宾。好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杰林老师问第1题。好的，我们的风之谷知识王马上进行第1题。等自配 BGM。第1题，以下角色职业配对何者有误？选择错误的哦。A. 烈焰巫师法师。对。B. 破风使者弓箭手。C. 米哈伊剑士。D. 抱拳枪神海盗。大家要小心作答，我们这些题目里面有可能会有小陷阱。没有错。有可能会有小陷阱。 Yes。我们这5秒钟的时间。5、3、2、1。好，来。他完全没 get 到我们的那个节奏。他在算分啊。好，来公布答案。0哦。低啦。好，D，然后我们的前排 D。哎，这边你写了一个问号的原因是？因为抱拳枪神大家都说是海盗啊，可是我觉得不确定是不是 D 啦。对啊，没关系，因为我们的官方答案一定是正确的。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D。恭喜所有人答对，每个人都有1分，太棒啦！我这边画个政治记号哈。还自己算分。我们这边有人帮忙算。好，那我也来自己算一个。不用担心。好，我们请汤米来念第2题。玩家对广播中的争轮哦的意思是 ：A. 需求一个有轮回碑石的玩家 ；B. 想要一个轮椅 ；C. 需求3轮车道具；D. 可能要坐计程车。哇，应该是可能要坐计程车吧？争轮是指他是那个台湾国语。
哎呦，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很纠结的人就纠结轮一样，对不对？要讲那种很烂的笑话。这题好难呐，是接他们的梗，好烂的跟我无关。我跟我无关哦，我不知道。好，请让我们看你们所有人的答案是什么？这题好难啊！没完，华生跟他一对。哦，没事。他那台的状况。哇 ，A 起来 ，A 起来，挂一下。你们之间，摔难怪麦，人家都对不起。说漂亮女生心中。哎，不是，我是男生啊。不过全员答。全员答对，恭喜！长得比较漂亮男生有点戳到我的点，蛮好笑。没错，是你看，本来是想要意淫我说啊，全是男生，那先不要。没有啦，讲这样。不过我们目前2题都是全对的状态哦。第3题，仔细听哦。解除创世武器的封印，最少需要击倒几次黑魔法师？哇，这个 A 6次 ，B 7次 ，C 8次 ，D 9次。就6、7、8、9往上。你就选 C，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哦，因为我们现在现场其实是有聊天室，线上聊天室可以看，所以其实观众的留言他们是可以偷看到。可是因为会 delay 嘛，对，所以他们所以你们写的答案可能是上一题的哦。他说是送分题。好像这次的答案会出现一些曲折哦，一些分大家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哎呦，请公布你们的答案。6、7、8、9，来看一下 C D B A B D。正确答案是 B。不可能。哎，C 是7次。哇，哎，好准哦，猛。这答对的人。我有2位。老师不是最喜欢把答案放在 C 吗？对。不要用考试的那种逻辑来算好吗？哎，我以前小时候考试都是拿一个骰子，上面写 A B C D， 然后开始这也太烂了吧！这很硬，用丢的啦。我跟你讲，命运交给上帝啊，不然为什么要拜那个什么考试的文昌君？对不对？我觉得文昌君明天会来一次。反正我也不用考试了，没差啦。好，下面一题，请问下列哪一个职业可以拿双刀？A 暗影神偷，B 狐影，C 影武者，D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有一个秘密，这世界上面只有3个人知道。一个是杰林，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我不能说。就是这样。把这梗接完了。我已经没有给你们接。哦，来喽 C 雷蒙。同人。没有，我刚以为是同人啦，但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先。这题有问题吧？第一不是也对吗？你说我不能说。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C 武者。恭喜！应该是全对吧？全员皆对。可恶，刚刚错了一题。好，那接下来怪物肯德熊，眼睛上有几道伤痕？第一个来4个选项哦 ，A 2 B 3 C 4 D 5。讲一起啊！掉了3道啦。这个平常没有人会注意到的。哇！好了，请看一下。那前面这一排都超快的写完，你们还没画画。我们啊，这是多少啊？这多少啊？这3道。我们没看出来，我们是这个3道是 B 是不是？对。啊 B A， 是假设我是 A， 怪一下。来，正确答案是 B 3道。丹丹不好意思啦。这个蛮难的哎。对。好，那我们杰林老师要不要来问一题？要来，下面一题，击倒小企鹅王娃娃机后会掉出几只小企鹅王玩偶？这个我知道。A 3只 ，B 6只 ，C 8只 ，D 10只。这个是有答题技巧的。怎么说？我等到答案公布完之后再讲。好稳。我身为一个蛮会考试的。我发现他很喜欢出 B， 不管。我发现他很喜欢出 B。这个是间接暗示。来看一下，来答案，这个公布。我发现我好像可以从这看答案。B A C A。我记得他会掉一整排。正确答案是 B 6只。哇，读对。你是猜的吗？没有啊，对我猜的啊。那个娃娃机。我的。对
多久没有打了？不需要把它放在 C 啊？没有，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答题技巧，因为 A 是3 ，B 是6，只有它是倍数的，后面是8跟10，所以那个太答案一定是多了 A 跟 B 之中一个，1/2的几率这样猜。真的假的？一定是这样啊，8跟10怎么可能是这样子算给你看？出题老师，你们不是靠实力考上，是靠猜题考上。逻辑，哎，猜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逻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啊，其他就靠上帝啊。好，下面一题，我发现聊天是会骗我们。机器人有什么功能呢？A. 自动喝药水 B. 捡取道具 C. 帮忙释放技能 D. 点选后可以进行杂货店的买卖。自动喝药水啦，免费的这么划算，免费这么划算，来一碗外卖。好，请看你们的答案。滴，恭喜答对，全对，恭喜。下面题来到第8题了，第8题了。以下哪个技能不是拳霸的5转技能这个我不会。海蛇冲锋 B. 海龙螺旋 C. 元气觉醒 D. 以上皆非。那个元气觉醒是以前的一个偶像团体，是不是？那是原味觉醒。对啊，原味司令。前面这一排的应该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有我们年纪差不多。你不要在那边，我们还好。我们18岁啊。对，我不知道原味。我20，你18嘛。来看一下 ，A 们早就解散了。 A C C D C A。哎，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A 海蛇冲锋。海神冲锋。哦，很紧张。好，可以。我们的小老师我很怕我没记到分。我猜对，好爽。猜对了。对，这一题猜对，这一题真的。那这猜题怎么样？好，还蛮爽的。好，来，第9题哈。Level 10等级10的秘法符文升级到 Level 11，11级需要几颗秘法符文 ？A 100 ，B 111 ，C 132 ，D 150。这个是有猜题技巧的。有猜题技巧，一定有，这个一定有猜题技巧。我用汤米的猜题技巧应该是，我不知道。对，好。请翻牌。要抓住他们的规律。好，我 OK。好 ，B C B。答案是111，答案是 B。哎，听你的没错，他们把答案都放在 B 里面。哎，真的，这是 B。你是偷看的？没有，我是猜他的。你这样听起来很，很忙。对呀。我跟他的。这个也是可以删去法的啊。因为只有100跟150是50的倍数，你剩下2个都是那种很乱的数字，这2个猜一个。哦，这2个猜一个。哦。那为什么不是100跟150猜一个？因为通常不会是这么工整的答案。是吗？没关系，你们私下加赖讨论嘛。对。私下传授。懂聊啊。懂方哦。来下一题，精灵游侠副手武器需佩戴 A 剑矢 B 弩箭矢 C 魔法剑 D 魔法弩。哎呦。1了。噔，你是真的会还是你真的不会？你是看前面的？我没有看，我在画。其实我们看不到前面的嘛。好，来哦，公布答案。答案是，我看看，这个是 C，丹写 B， 那答案是 C。哇，丹是不是快 hold 不住了？真的是，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准备。下面一题。玩家口中的红闪的意思是什么呢 ？A 红石加风方块 ，B 红石加闪耀方块 ，C 红石加闪炫方块 ，D 红石加结合方块。很难哦。我用你的猜题技巧，因为2个都是闪的嘛，我就从2个闪里面挑一个。哎，懂猜，对不对？懂猜，我也会这样猜，我也会这样猜。好，我这样。好了。我觉得不可能是。好像所有人答案是 B。B。正确答案是 B， 没错，恭喜。恭喜。好，再来下面一题，传授等级 LV2 是在几等开放呢 ？A 70 ，B 100 ，C 120 ，D 140。70跟140是10的倍，是那个倍数。不是，你要用4个下去看。我知道了，4个下去看。好 ，OK。铁牛华生，你们要先走。3、2、1 ，A C。正确答案是 C 120。我故意的。我跟你说，就是在中间猜2个。好。下面一题。不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后面的答案。OK， 我们来看下一题。下列何者不是风之谷曾经有过的伺服器名称 ？A 寒霜冰龙 ，B 沼泽巨鳄 ，C 九尾妖狐 ，D
喵怪仙人。又喵又怪又仙的这个肯定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对，你想哪个？来，5、4、3、2、1。牌。我现在不知道，我都猜 B 好了。对，我也是。 B A B D A A。B。哎呀，沼泽君，你猜对了吗？他们很喜欢把答案塞在 B 里面。对他们太高了。对，讲话好好说。所以我就猜 B。你刚才讲的这个，有点性骚扰的意味。他们把答案放在 A B，就是那个数字里面。哎，我发现一件事啊，因为有一种流派的猜题法，就是我不会我就抓下去全部写 B，然后直接趴下开始睡觉。超难的。因为我好像记得我数乙就这样写。好，注意下一题。挑战路塔必斯4王需要购买的是 A 封印钥匙 ，B 神话钥匙 ，C 古墓钥匙 ，D 树根钥匙。好难哦。都是钥匙，到底是哪一把钥匙？我家钥匙。秒杀。真的可以吗？可以给他的。真的可以吗？我要痴汉一波。抽奖，我家钥匙来抽奖。哇！哎，认真，我们等一下，不知道我家在哪，等一下我们就不玩了，我们就直接抽哦。好，我看一下，来 C。正确答案是 C， 古墓钥匙。真奖。哎，几乎都全部都会耶。C。好，那下一题，怪物冰冻的孤独的外形是何种物品呢 ？A 刀 ，B 法杖 ，C 双刀 ，D 锤子。哦，好好作答哦。这个谁会啊？这谁会？2、1，请亮牌。A C A B A。正确答案是 A。刀子，它是刀子。刀子，我猜的。我猜不满画一个问号。对，我猜一题。又猜。谁会？下一题。已经16题喽。对，已经16题要倒数了。以下哪个怪物侵入岩壁巨人克洛苏斯内部 ？A. 被污染石头的精灵。不知道是谁会啊。B. 黑岩寄生兽。C. 培罗德。D. 变形的提诺。我看到这个题目，我以为在讲动画，你知道吗？就是确实在墙壁里面是有巨人的。开始爆雷。开始爆雷哦！这不算爆雷，这个已经太久了。哎，你知道在聊天室你现在打这，他就会说爆雷爆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案都差不多。B。答案是黑岩寄生兽。我抄写了一个。什么以前小屁孩的时候改考卷的那个招式啊？答案是 B。错了。我错了。这我们错。我错。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第17题。下列何者作品没有与新风之谷合作过呢 ？A. 刀剑神域 B. 初音未来 C. 异世界4重奏 D. 晋级的巨人叔叔们。好，来喽，来哇，很秒答 C， 全员答对，恭喜！我之前。那个什么，那个时候有《刀剑神域》复刻的时候，我还特别玩了一下。真的假的？因为我是雅斯娜粉，所以。哎呦。我是雅斯娜粉。哎，人家说我是新创雅斯娜。什么？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好了，意思是要来一个，因为我也住新庄，所以我想说，每一个地区都有雅斯娜，每个地区都有一个雅斯娜。好，下面一题。火变土，土变风，风变水，水又再变成火，就是这样一直循环。是下列何种怪物的台词 ？A. 奇美拉 B. 多多 C. 喵怪仙人又出现了 D. 红蓝双怪。哦，什么呢？请亮牌。不答题不扣分。百变怪，没有，不答题不扣分。对啊，我都没有扣分。没关系，真的假的？没关系，不答题不扣分。分数的差距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答对答错就这样啊。对啊，因为他们都是答对同加同扣，所以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哎，你不答吗？对不对？不答题，不答题，那就是没答就没有分的啊。好 ，C，A，D，A。正确答案是 A， 奇美拉。奇美拉是谁啊？对，其实可以用这一招哎。奇美拉就是那种融合型的怪物啊，就是把狗跟妹妹练在一起，会叫你大哥哥的那种。大哥哥。好，下面一题。很久以前，龙王远征队的时代，龙王敢死队任务中不需要何种象征 ？A. 残暴炎魔的象征 B. 海怒斯的象征 C.
拉图斯的象征 ，D 凡雷恩的象征。这个是可以推出来的，推出来又可以推出来。你用那个王的哦，我就不提示，我等下讲。我想一下，还是不答题不扣分，投降输一半。好，来哦，3、2、1，请发牌。滴滴滴滴滴滴滴。答案是 D 凡雷恩的象征。那刚刚那个是因为那个 boss 的那个王的出生的就出来的顺序，你就可以去推说大概每一只王需要哪一个东西。好，那我们就要准备进入这一 round 的最后一题20题，因为我们要准备统计分数了。是的。好，来哦。下列商城道具中说明哦，何者有误？这个字有太小了吧 ？A 卡勒塔的蓝珍珠可使伊利安的耳朵变成人类耳朵。B 幸运草友情戒指无法使用送礼功能。C 缤纷多彩混合染色券可以依照自己喜好调配出颜色。D 常驻型装备商品会依照4季进行换季。以上皆对。我的眼睛都瞎了哎。我们的字数太长了。哦，这个怎么样？也不答题啊。来喽！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铁牛，就是用猜的。对，因为我想说难得出现第5个选项。对，因为这个是标准的陷阱题吗？好，来看一下，答案是 E C D B D。正确答案是 C。哇，答案是 C， 只有1个人答对吗？对，只有1个人答对，只有1个人答对。哦，对呀，友情戒指不是要对呀，对呀，但友情戒指不是一定要送礼吗？统计一下分数吗？还是？没有，我们在抱怨。对。爸爸在那边，你帮你回应。我们让妞妞统计一下分数，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对呀。对。等一下，我们要进入的是音乐题哦。好，那你播一下。好。目前是如果没有 A B C 相思樱花雨跟艾希迪亚同分，然后他们两个是16分，第一名16分，现在是最高是16分，对，然后最低是13分，13分是谁？莎莎13，莎莎13，对，莎13，然后其他都是13，怎么这样？懂苗哦，懂苗。太坏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音乐题了。我们要给他们点鼓励，就是等下那个最输的要把赖然后交给我，爱的为鼓励，交给我们干嘛？他们就会很不想要交赖给我，然后他们就会努力的回答。自肥啊！对啊，爽啊，怎么样？主持人可以吗？我可以交代出去哦。好了，来吧，我们准备要进入音乐题喽。好，我们有10首音乐，然后要交给各位来听一下，然后我们来用这个第一个这个城市，好，我们用第一个城市的音乐，好吧？这很简单，大部分都是城市的音乐，或者是你在游戏里面听过的音乐。OK， 对。好，我们来听一下第一题。好，仔细听哦。我的听起来有点那个阿拉伯的，好不好？停了。好，答案也写完了哈，音乐停就要那个沙漠，纳西沙漠，风尘纳西沙漠，沙漠，算对了。算对，都对。好，那因为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回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后面有好康跟活动还有很多，所以我们的音乐题只有5题而已。好，就砍一半，决胜局。好，来决胜局。好，那我们刚刚答案是纳西沙漠，接下来第2题。给他问好。音乐题的请停笔。请公布您的。宇哥，你还好吗？宇哥你好。你争气一点。堕落 City。堕落加死英文。加 ABC。宇哥不行，是宇哥。不行，这里太难了。堕落城市夜店。夜店。你现在小朋友去夜店都听这种歌。现在以前我们夜店都是什么那个小贾斯汀有没有？哎呦，莎莎是问号，然后莎莎是问号，只有你们2个是堕落 City。对，正确答案就是堕落禅师。堕落 City。堕落城市是这样吗？堕落城市应该是这样。这个它不一定城市嘛，我说它有可能城市，它可能是游戏里面就听过的东西。好，第3题准备了。啊，这个应该不是城市，应该不是城市。好，老师请帮我们放音乐。太辛苦了。哦，有人写很快，我看到了，有人写很快哦，正比级数。
你要答题啊！来啊，音乐停了，3、2。我们给一个笑脸，我给一个笑脸，不回答。不回答，百变快嘛，对，百变快。凯内西斯，凯内西斯主题曲，凯内。你是只知道他的凯内还是？疑问句。疑问句。OK， 好，那就算对吗？算对。然后2个问号，丹丹跟莎莎都问号。正确答案就是凯内西斯。凯内西斯很帅，刚给超级超能力帅哥。好了，下面一题，这一题不会真的要打屁股了。好，真的要打给我们看哦。好。登录吧。不是吗？哦，要打屁股了吗？打屁股了吗？答案是什么呢？哎，2位在讨论。哎，这题很有趣哦。灯人是什么？灯人呐！我想说做个笑登入。等一下，莎莎也写灯人。哎，你们中文都不行哎。你也写灯人？没有，这时间太短了。然后大家写什么？对，太急了，太紧张了啦。登入。所以大家都没有弓箭什么？弓箭手春。来，正确答案就是旧版登录音乐。好，来了，这个是决胜局的第5题哦。最后一题是最后一题这个环节最后一题哦，来啊，准备哦。请放音乐。有这个感觉吗？好，这个音乐有点短。要公布答案了吗？来，3、2、1。问号。宇哥，我们再次登录，蜂巢趴，我们再次登录。那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上一题是旧版登录音乐，这个呢是新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答对了，这个我前几天有练一下。练音乐的，我们音乐系的。怎么这个没有啊？很不服，对不对？很不服哎，他都用那种电音版。没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下面还有很多题目，我们等一下就让你坐在旁边，然后我们就一直听，然后就让你。然后我就自己一直写，我自己写。那你们就回家练空耳。哎，不错吧？是不是？加赖叫过去。来我家练空耳。加赖叫过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妞妞帮我们公布一下目前所有人的分数哦。最高的有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有。哦，谁呢？艾希提亚20分。感谢大家。我没有让观众失望了。差不远啦，都差1分2分，而且大家都最高是20嘛，那最低分的是？最低分是落后莎莎要加油，下一轮还有机会可以抢分了。是的。好，那在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呢，好康又来了。好康又来了。说，好康什么？你的那个是我的哦，点数呢，就是大家呢只要上，等一下我们就随时会有一些折扣码，然后拿到那个折扣码呢，1000就会折9.3折，然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橘日支付，就会有最高回馈有12%，直到明天晚上12点为止哦。不好意思，因为妞妞平常都早上8点起床，晚上10点睡，现在差不多她睡眠时间已过了。我刚刚一直在想说，不是我刚刚折9.3折是，我刚刚所以只要0.7吗？所以是1000点只要70块。9.3折不是吗？你刚说折9.3，所以是折多一个字啊，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个 QR code， 扫描下去你就马上获得 Gage 的500点，少了就有，超削、超赚、超舒服，好不好？而且呢，刚刚这个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有2个环节，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是这个知识王的环节，第二个呢，等一下会有一个这个忍耐任务的大考验。但是中间有东西大家忘记了是什么呢？ Fever Time 来了，各位 ！Fever 来了，什么 Fever Time 来了，烧起来！要这个旁边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QR code， 好不好？大家在外怕 Fever， 但是在内呢，一定要支持我们的 Fever Time。有一个 Time 都不一样，饶舌歌手不是最后面喜欢唱完之后就 Time。好，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 QR code。 我踩到了 QR code 啊，可以扫一下，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对话群组。你要先下载冰放的 app， 然后呢再扫这个 QR code。好，扫完之后呢，你会加入到一个对话群组里面，那里面会有很多好康，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啦。然后还在宣传，怎么样？厉害吧？再来是什么呢？这个 time 可以吗？还不错啊，当然，但是
重点是我们刚刚就这么多礼物要送，然后马上要进入的第2环节就是你刚刚说的忍耐赛。对，因为忍耐赛呢会需要更多的器材，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要跟所有观众们稍微讲一个这个Sayonara，但是是暂时的。暂时我们先休息一下，毕竟我们3位主持人也是需要上厕所一下。不会，因为我们等一下忍耐任务呢要真的很忍耐。真的。对，所以呢我们就要稍微忍耐一下，大家也要稍微忍耐一下。我们今晚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就下一个环节喽。拜拜。帅到变叛徒也好有型 ，Go Go Go！ 我宅，我骄傲，我宅的好有型。性感美声实况女王，我性感也好有型。游戏运动到金汤，萌也可以好有型。
帅到变叛徒也好有型，Go Go Go！我宅，我骄傲，我宅的好有型。性感美声实况女王，我性感也好有型。游戏运动到金汤，萌也可以好有型。帅到变叛徒也好有型，Go Go Go！我宅，我骄傲，我宅的好有型。性感美声实况女王，我性感也好有型。游戏运动到金汤，萌也可以好有型。
就位了。你那个是猝不及防哎。对，耶，你知道吗？主持人最怕空拍了，然后想说，那怎么还不讲话？不是因为我想说5、4、3、2、1，我想到我要等他跳出来。那个空拍很帅，因为饶舌歌如果有个空拍，你马上接上去会超帅。耶！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第2阶段的互动游戏——新风之谷忍耐任务。那第1名抵达终点的玩家呢，可以获得3000 Gash 的奖励。然后同时我们也开放现场观众可以来预测一下，到底谁是成功者。如果预测成功的话，我们就有100的乐豆点。那记得呢，如果是冰棒的会员，我们还可以加码1张 Gash 的刮刮卡，最高就是6000块。免费的这么划算，不来往外卖。就在电脑前面就都可以拿，太爽了吧！真的哎。而且等一下我们忍耐任务会初分为2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会先有一个比较柔性的练习，是弓箭手村的这个宠物公园。对。然后第2个呢就是比较暴力的，没错，这个研磨的那张地图。好，小时候的回忆耶。那个研磨都要破2个小时。小时候说，要不要去网咖打研磨？我白痴啊，姐，我家波街的啦。好，我家穷啊，怎样？波街以前很贵吗？很贵啊，好吧，那是用电话计算的，电话费计算。难怪我妈以前打我打那么凶。那是用电话费计算的。要断线吗？对啊，当。那个上网几个小时就几万块哎。有那么贵吗？几万块是几万块这个大户。电话费就1万多块这样。我以前电话费有好像4、5千块过，然后被我妈打了半死。对啊，我以前都用成绩换这个的。用成绩换？真的在我们家。妈，我考100，然后我可以上网半个小时。没错。好的。好，来喽。来，他们在进行忍耐游戏了。我看了一下，他们每一个这个战术好像都不太一样，尤其是玩更组。我们2个是双人组合，我们双人组合。等一下左右开弓，我负责就是往前走，然后我跳。对。你们有很认真的想要赢得游戏吗？然后旁边几位女生都在笑你们呢。真的笑出来了，真的笑出来了。我原本觉得是开玩笑，微笑也就算了，笑出声也太过分了。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对。你们都觉得1人1只不行这样？不行。不是，30岁后的男人是不是剩一张嘴？真的，他这样对我，还用这种脸对我说。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会跌破哦。好，来，我们准备了，我倒数3、2、1就准备开始喽。好，倒数3、2、1 ，start！ 我先偷跑，嘿嘿，跳，作弊好爽。跳不停，好跳不停，只要不停，不停，我掉下去了，跳下去，我下去了。你们现在是领先吗？我们现在是在后面，现在用来盲跳。杰力是你的狗，是不是有人掉到下面了？谁？刚刚推荐到嘛？下去。你们真的是风之谷爱好者吗？跳，来不停，跳，没有，我不知道谁，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我不停。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个确切的领先族群哦。谁？这个有点远，我看不太到。跳，可是我听到有惨叫声。下去，跳。没关系，练习。下去。为什么我一直要跳？不停，跳，不停。他们的另类沟通方式。跳，不停。让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一首歌《Jump 2003》。跳，还有马吉大哥，跳回色，跳个东西跳。是你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听这个耳轩的歌。Still the same， 就是没有变。还是讨厌下雨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的点。后悔装了很吵的排气管。你们跳完了吗？铁牛，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我们到这边很厉害。谁骑那个马挡路了？30岁以后的男人真的只剩一张嘴。可怜，而且2个加起来力气蛮大。半百，可怜的。你们公会的你不要管吗？可怜的，没闹。不停。你左边几个都已经在那边玩大海了，你们还在玩漱口杯，玩快一点了。我想要当旗子啊，你们在当塞子啊？没关系，我等一下叫研磨再好好表现。好多人。铁牛脸太认真哦。对啊，没闹了。那我要被传了。当时他跟我说让我看看的脸。让我看看的脸。再秋啊，再秋一点。我叫阿杰啦。我叫在附近的人都认识。我先扣评审员。
哇，结果已经被传走，没有，因为我们中间会有一个转场，就是我们刚刚讲嘛。OK。宠物公园算是小练习。是的。所以改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演播交给铁牛。对。好，我看了一下铁牛跳到一半之后就被传走了，有点来不及到达终点。哇，好了，那我们这个研磨图都传好了，对不对？好，那听我指示哦，我准备要来喽。来，3、2、1 ，start！ 哎呦，快调回去啊！好烫哦，好烫哦，这个加油！脚底把它烧焦了。这个，哎，很烫哎，真的很烫哎，往前跳。哦，哎，这个有人卡位哦，会不会反烧？前面那个谁卡位？哎，如果裁判被烫死怎么办？你会不会等下被烫死？裁判被烫死怎么办？应该是不会被烫死吧？应该不会哦，没有血。还有可能哦，有可能。我没有手，你为什么把焯水丢掉了？还是有可能会站在这边，反正一定会有人会被烫死。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先往前，人家都领先我们。这个很大，不行。我在增加游戏难度。等下，我刚把那个，哎，过来一下。为什么要一样的发型啊？我问错人了，我问错人了。哎，哦，我记得这边好像可以上去。白痴哦，太多人来了啦。好，那在这个他们在努力的在火焰中求生存的同时呢，我们要先预告一下下一段的，没错，我们第3趴，买东西来有钱，就你要买东西，什么东西都买得到，可以，然后这次还有零用金可以扫。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没错。虽然说现在画面上面看起来很热，我也在流汗的，我们要被烫死啊！可以哦，好像会死哎，打死他！你知道这样一整排看过去之后，要死！会，好怀念了，快要清晨了，有看有人死掉了，我的台起点了，都你啊！好像吵架还在吵架，之后会回到平原雪域哦。要不要频道要单飞？下去，是你要不要借我玩一下？莎莎死掉了。不要用那个杰哥的口音说到人家怎么啊？你要不要借我玩一下？好恶心哦！好委屈，掉了。可不可以改完第2关的人好多？好多人，好可怕哦！要不要我帮你指导一下？为什么人这么多？我不知道，我刚刚被他们影响到。到底是谁在那边通风报信啊？太难了，丹也被淘汰了，丹没有关系。谁啊？丹好像也淘汰了，是吗？对，当然好了，没有关系，我们来逛一下这里的市场。莎莎好像也倒了，我号是爱心。对，莎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们不孤单，你们有我们。嗨，我走了。所以你们不能回来，走啦。你回去啦。对，我走啦。他们死了。我还没上车。你们去那个长老宫。我们看不到。我也是啊。我工作把你拉回来。这是谁放的？哎，这个网啊，这条干的道路。这根本就挡住路了。来，我们看。我看不到角色了啦。这是我们现在是残血状态。你们闯关入口。对啊。全部都被卡住了。他卡住我们了。是有别的玩家是不是？对。很多。他现在卡住多一堆乱源。大家不要这样子。他们好像是一起在开 party 啦。那为什么可以来？还有卷粉。好累哥。我也以为人怎么那么多啊？你知道我现在射弓箭。以前小时候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你知道就觉得哇！而且你知道，因为以前现在是新，我现在脱离乱源。以前风之谷的时候，很多招式的特效还没有那么华丽。对。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我以前还在玩，因为我之后有回来玩过，我之后有回来玩嘛。然后除了多新角色之外，他们是把很多职业的技能都就是特效更华丽啊，或者是说每个职业基本上都有一些习惯的，就花怪的。不能骂脏话，不能骂脏话。大家可以换屏吗？可以换屏吗？我们刚刚这一把滴血，我给这些玩家，他们想乱我就给他们乱。他们就是想看我这样。不玩吧？没办法玩啊，玩不了。我现在搞。但我们好像还是有领先。02很快哦。有，我们有领先哦。 02，哦，这个很聪明哦，超快的。是不是要独得啦？感觉要独得哦。如果02下去，那会归零。人和妖都是妈生的。我现在已经跳不上去了，天哪！开始晚上然后累了，开始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人和妖都是妈生。做一次没有，我现在在哪？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是不是挂在这里，我就会赢？什么都看不到了。好，那同步跟大家报告一下，来游戏来有钱，在下一段节目呢会持续带给大家更多好康，所以呢。
即便各位可能或许没有玩过新风之谷，但没关系，你可以下载玩玩看。而且我们下一段节目呢，还有更多东西要送给大家，也要抽奖，所以也可能会抽奖，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大家一定要来继续收看锁定我们的频道。那如果你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明天我们同一个时间在8点的时候也会在线上跟大家再度的同乐3个小时。对，而且明天的项目就跟今天不一样，明天会有那个轰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明天的游戏不一样哦。哇！下面画面是谁按到了？厉害了！他刚刚那个是忍耐任务，对不对？对。忍耐任务的重点是什么呢？各位，忍耐任务重点就是你要一路的跑，回来了，一路忍耐跑到终点。刚刚那是已经跑出主荧幕了。我以为他已经跑赢了。他已经跑出去了。你就忍耐。你就爱忍耐。你就爱看忍耐啦。OK， 这样。OK。对啊。哦，最后看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目前有领先族群，有领先。有，我们现在目前有领先的。啊。但是现在他们一团。等一下，我脱离乱园区了，我又有机会了，谢谢。可以吗？可是我底下都不知道。你真的上你吗？真的上02吗？啊靠！这边走最远的最后是工作人员帮我们看。而且我死掉了。你死掉了。裁判死掉了。好，这边经过我们的裁判回报呢。在这一次的研磨的忍耐任务当中，走最远的是妮妮，哇，太过分了吧这个！可以获得3000点的 cash 奖励，哇！然后猜中是妮妮的，也有获得100的乐豆点哟。100跟3000，多差一点。不会啊，有就不错啦。对啊，有拿到就爽，有拿到就是舒服。那再跟大家再讲一次好不好 ？cash 的那个1000有93折。好不好？大家赶快去！我不想再重复一直讲了。好啊，就是他真的该睡了，拍谁啦？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忍耐任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是铁牛，到现在他还在弄，然后还在那边假装自己在忍耐啊，没关系。好的，那我们就要来进广告了。待会节目回来，我们还有最新的抽奖。是的，有第3趴买游戏来有闲，所以呢不要错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赶快扫一下 QR code，500点 cash 卡送给你了。冰棒赶快加起来，还没有加冰棒。对啊，他们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不想进广告是不是？也没关系。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911买有闲开心买。冰房。
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9买有闲开心买。边防。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Swap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魂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钥，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Hello， 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有闲开心买。边防。
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样，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我的事情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我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有闲开心买。边防。哇！欢迎回到橘子线上嘉年华，耶！最后一趴了，没错。而且我看聊天室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兴奋，是的，大家都来健身环，现在都买不到。对，健身环让我练出事业线，耶！那个广告我一直很认真在好奇，想说到底为什么玩健身环会练出事业线这件事情？会吧？25岁以前玩都还来得及，是不是？我是不知道，应该是让它更集中。对，那为什么我们要买健身环？健身环要在哪里买？要在有闲买。哎呀，漂亮！那有闲是什么呢？有闲就是橘子集团底下的一个娱乐电商平台，那它专门贩卖一些游戏啊，或者是动漫、公仔等等。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开箱哦，要直接开什么起来是不是？对，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美丽的这个冰方 girl 手上呢。我刚以为你要说美丽的杰林就是对，我刚以为你要听我讲完。没事，没关系啊。美丽的冰方 girl 倒数半小时 ，I don't care。美丽的冰方 girl 手上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福袋。Yes。等一下他会交给我们最美丽的杰林。OK。然后还有也很美丽的妞妞。什么叫也很？不用，就是它是 BOSS 的概念，没关系。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等下我们会一一的抽奖出来，要送给观众朋友们。厉害了吧？厉害，想要。而且我跟你们说，那个福袋至少应该是700块，可是我们只要用30块就可以。反正它的价值是700元。那现在在11点之后呢，观众记得11点之后呢，你可以用30元把它买回家。哇，好便宜！这个是打几折啊？我觉得很夸张，打到它就脸都肿起来。这几折啊？一折更少，0.5折，超少，700变30，差不多0.5折，差不多。没有很划算。11点哦，准备大家等下可以抢起来。所以我们第一 part 是要先来把我们的扭蛋就转蛋的部分，可以吗？我最会转了，转起来，来，你很会转蛋哦。我是扭蛋界的OG， 对，欧玉满满的女神。来了，直接给我吗？真的假的？来咯。这个好来喽，这是什么？它是那个维尼熊，它是那个 zoom 的那个吊饰，好可爱哦。它里面有很多个哎，我们可以依序的抽给大家看。OK， 好，那我先把这个打开好了。你要打开吗？不打开吗？也可以打开啊。不然我要怎么依序的交给大家？有道理，什么意思？有道理，不好意思。给人家牛肉面，只给人家闻，不给人家吃啊。
你也可以不要有牛肉。哦，这个是那个积木，智慧积木方智慧块，积木哎，智慧积木方块，那可以猜吗？哎，我不能理解0.5折这个概念。没有啊，就是佛心爽啊，我爽啊，我卖便宜啊，我谢谢所有的玩家支持我们，对啊，我怎样？我赚很多钱回馈给你们，不行吗？哎，前面那句我不知道，但前面我不太清楚，但是后面回馈是没有错的，后面回馈是没有错的。啊，我们可以一一的展示给他们看，因为我刚刚还有看到有七龙珠，男生最喜欢的蓝超悟空，这个是什么？维尼熊，迪士尼的维尼熊，哎，好可爱哦。奇怪，现在讲哎，怎么跟你长得有一点像？哎，真的疗愈系男孩。好不好？通常你知道男生被讲可爱就只有2件，一个就是你长得很丑，另外一个你没有什么杀伤力，就是这样。才不是很多男生长很可爱。我已经懂这个逻辑了，好吧？我只喜欢可爱的男生，真的。对啊。好了，等下赖给你了。谢谢。哎呦哎，还有这个哎，这是什么？皮卡丘啊，这是皮卡丘那个，就是你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它是可以条码的，然后它会走动这样。哦，对对，这好可爱哦，好多扭蛋哦。OK， 这个我们都会。直接，我们就现在是先展示给大家看。对啊，剩下的就让观众带回家嘛，对不对？对，我就不猜了吧，还是要去猜吗？没关系，就展示一下。然后这边有这个是算是小福袋，对不对？小福袋，那是什么东西？这里面也都是有这个有扭蛋的。哦，哎，就我们看一下嘛。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扭蛋送出去呢？非常重要哦，而且现在很简单，因为呢，我们只要在出分隔线之后呢，在下面打 hashtag。买玩具来有闲就有资格抽奖哦，我们会抽5个。来看我的胸部，打字打这样，打字买玩具。你讲的好赤裸，害我不敢直视。对，好不好？就是这个。下面那也遮。那我们来请小编下分隔线。我怕被黄标了。不会啦。太辣了。好，请小编下分隔线，开始刷起来。然后大家呢，留言数呢留越多越有机会可以获得，所以呢，赶快留言数刷起来。要记得要 hashtag。要 hashtag。我忘记跟大家说，是在那个游戏橘子 Gamania TW 的粉丝页面。对，在我们的主频道，我们节目一开始一直有跟大家讲，欢迎大家来主频道来跟我们互动，对，主频道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你们的留言。而且我们刚刚讲了嘛，转蛋对不对？对。那我们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我们要抽出的是我们这个转蛋的得主，所以大家赶快留言刷起来，好不好？很主席，刷起来，先刷起来，好不好？这一档过了，没有这个店，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影片。Yes。9礼拜，9你一起买，9礼拜，名和超神一起来，9礼拜，有闲开心买，买玩具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玩具来有闲。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编下截标线。来标起来，我们要来选5个。你有看过那个 FB 的那个拍卖吗？我只有看过卖海鲜的。你们这个卖衣服的，或者是卖手表那种很好看的。真的假的？好，这个我们拿出这个我们的手机，来，这给你。我们来看一下，而且这个是我们随机选，对不对？我们会选出5个观众朋友，然后送给他。哎，在这里吗？打0.5折。不然杰林，你看有没有哪一个比较顺眼的？我们就现在开始挑。好，等一下吗？哦，拔掉重插哦，重新连接一下，我们重新连接一下这个科技产品啊。我们等一下准备要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转蛋的部分。Yes，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家里就是直播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这 HDMI 也是不太稳。对，没有错。有吗？哦，来咯，杰林可以选了。好，我先找一下我们的线。我们先找一下我们的线，那个线在哪里哈？这里哇，而且好像只有1条，不能有2条。这个是立即观看的。对，只能有1条。这个是这个之前都可以。截标线下了，截标线下了。第一个，我选5个吗？一口气让我选5个吗？你也可以随机选，就随机选5个。好，第一个我要选的是这个黄马克。黄马克 ，#hashtag 要买玩具来有闲，它有精准的打。要 hashtag 哦，要 hashtag 哦。精准的。Kitty。Kitty 说想要健身环，你等一下，稍等，您稍等。那他有算吗？他不算，他不算。没有，马克嘛，刚刚是黄马克，对不对？然后再来是大家都要健身，大家都要健身环呢。我没办法在网上刷了耶。那你就从。
那我就只能选下面的，你看到的那就这个念红吗？红，长虹，恭喜吕长吕长虹，陈国和，然后黄马克，然后 HEIDI， 对不起，然后还有小飞。就这5个了，好不好？5个，这5个。好，那你们这5个中奖者呢？7天内到有闲，7天内记得回家，对，再快也要7天。7天内记得要来有闲粉丝团领奖哦。恭喜以上5位朋友。恭喜。好，那接下来呢？大家有看到我手上其实还有一大袋，对不对？那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稍微捞了一下，有一个我个人超级喜欢的小东西，是这个。皮卡丘吗？是这个皮卡丘的马克杯，我帮你打开看。马克杯，而且好可爱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它是只有在宝可梦中心才。还有饼干，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它只有在宝可梦中心才会贩售的。可爱，这个超级，而且是情人节的这种感觉。好可爱哦！他在笑你呀，他怎么可爱？什么笑你单身？抱歉。抱歉呢，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大家。对，马克杯要送给大家。马克杯要送给大家，大家要记得好不好？要记得留言哦。我等一下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小编会在贴文的时候发出分隔线，大家在分隔线之后开始留言 #买公仔来有闲，没错，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皮卡丘的这个限定杯子哦。要记得加 #好吗？因为前面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跑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对。那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帮我们#打买公仔来有闲。Yes。好，我们要下分隔线喽。好，我们准备要下分隔线喽。3、2、1，下。 Everybody 下，3个都晚了，都疯了。好，要记得下节标下那个分隔线，好不好？我们小编要下分隔线了。然后呢，要记得#打，要记得#打，要记得这一波我们要记得打#好吗？就是那个景帮我们下一下，因为刚刚第一 round 可能有人很赶这样。对，而且因为我们那个讯息跑出来的时候，它有一点点误差。对。然后上面很多人其实有留，我们都没有截到。是#不是小老鼠哦，大家。对，不是@，是#。静。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影片。买公仔来有钱。9礼拜，9你一起买，9礼拜，并和超神一起来。9礼拜，有闲开心买，买公仔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欢迎回来 ，Yes， 我们要截止我们准备要下截标线喽，我们要请小编帮我们下截标线。对，我们聊天室上面有很多人是打@，就是你不能打小老鼠哦，你要打#哦。是景哦。景311景。对，景哦，好不好？那我们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轮有选到没有打景的嘛，那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帮我们打景。这一次我们就要严格执行，好不好？因为上一趴因为那个讯息的关系，大家记得帮我们打井字号啊，井字号。然后我们准备要麻烦我们的小编帮我们下截标线喽。随机下截标是，那我们就看到时候截标线一出，我们就直接开始选。从这里开始给你选吧。好，那妞妞来选。对，我们选第一个陈之宇，恭喜。第二个，他这样子那个杯子是不是只有一个？杯子只有一个。我们的杯子是不是只有一个？杯子只有一个吗？我们杯子应该是只有一个，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里面都是转蛋福袋，杯子是只有一个。陈之宇，所以我们就恭喜这一位。耶，之宇吗？是之宇，对，之宇拿到了，没错，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宝可梦杯皮卡丘限定杯，恭喜你，恭喜！一样哦，7天内要去那个。好，然后现在呢，时间是10点55分。待会儿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有钱上面11点整呢，要记得赶快上去抢我们的这个健身环。健身环现在是真的买不到，而且网络上啊，因为它本来是卖1000多块嘛，现在已经有人飙到5000多了。对，而且是5组的 Switch 健身环以及5组 Switch 最新的动物之声限定主机。哦，动物之声限定那是最新的那个，那超可爱的。对，所以等一下剩下3分钟，大家
app 赶快下载起来，没错，赶快下载好，准备了。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橘子支付特别加码，只要用橘子支付购买本次的活动商品的话，就可以再获得有闲的大额优惠券。是的，对，有买又有拿。没错，就是健身环会送390块的优惠券，然后如果我们买动物之声的话，我们会送990块的优惠券。然后呢，我们橘子支付的那个注册的方式，我们在置顶上面，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申请橘子支付的话，就赶快去看一下那个怎么申请哦。没错，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一直在报时，对不对？你知道时间的英文是什么吗 ？Time。没错，各位 ，time 来了 ，fever time 来了，各位。fever time 发烧时间啊，讲了这么多时间呢，最后来一个 fever time， 做一个算今天最后的一次 fever time。好，旁边的这个 app 呢，大家麻烦帮我扫一下，然后呢扫进去之后呢，对，冰放的 app 下载完之后直接扫，好不好？扫完会加入一个群，这个对话群，啊，会加入一个对话群，里面有很多好康，大家可以再 follow 一下啦，在这边。Yes， 在这边就在他的旁边要扫起来好吗？交给大家了，好吧，交给大家了。应该把那个 QR code 放你脸上，叫大家扫你的脸才对。我怕挡不住，对不对？好，提醒大家哦，那个如果你是来有闲啊，买一些像公仔啊、动漫、游戏这些呢，其实它是免成交手续费以及免金流手续费哦。然后呢，简单的申请步骤，轻松开店，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可以上来玩玩看，尝试一下啦，好不好？而且我突然发现啊，其实他们有给我们一个健身环当那个示范 sample 是不是？不是，我们刚刚其实影片上面一直有一个女生在那边压来压去，还需要示范吗？哦，对不对？那我们就留给观众自己去体验就好了，自己体验留给观众自己体验就好了。那我们要来，是不是要来看？我们在等你，不是什么？你要讲完，你要讲完，你看着我们两个，我们想说你要先讲，你有愿望要我们达成，你要讲清楚。对，你想要买东西，你要先讲。我想要买。我可以买东西吗？可以啊，你要买健身环吗？可以吗？可以买吗？你刚刚小编呢？只有一个可以买吗？好，加码再抽一个扭蛋包哦。哦，因为刚刚有一个观众好像有放弃，他说他的这个得奖，因为我刚好看到马克，他说因为他的得奖的资格有争议，所以他说他放弃这个领奖资格。他怎么人这么 nice 啊 ？Respect，OK。那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怎么选？我们再玩一次一样的规则吗？我们再玩一次一样的规则，那因为是转蛋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用刚刚的那个转蛋的那个这个。好，那一样买公仔来有闲，来，我们就请帮我在聊天室打这个 hashtag， 对，再帮小编帮我们打一个这个起始线，打一个起始线，然后呢分隔线，对，分隔线，然后拜托这次请帮我打 hashtag 买公仔来有闲，好不好？买公仔来有闲，然后呢，帮我 hashtag 打上去，好不好？一定要井字号，然后我们会补抽一位这个扭蛋的一个福袋，然后我们就会抽给这位幸运的观众啦。好的，买公仔来有闲，好，来这个 hashtag 大家记得等一下帮我打一下哈，等一下记得帮我打一下。有了，我看到有人在刷了，有了，有冥想啊，对不对？各种在刷了，各种在刷起来，刷起来，各位。好，有了，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倒数30秒吗？好，我们在短短的30秒钟啊，我们准备要下结标线了。是的。哎呦，大家这次非常谢谢大家，这次帮我们真的是 hashtag 买公仔来有闲。在刷这个留言的同时，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刚刚也是提醒大家怎么去留言去下载的一个影片。9礼拜，9你一起买，9礼拜，兵团超神一起来。9礼拜，有闲开心买，买公仔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好，该刷的已经刷好了哈。对，那我们请小编把截止线打上去。没错。我们的结标线啊，下完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来选出今天的这个得奖者。好的，那我们邀请妞妞帮我们选一位好了，好不好？请妞妞帮我们选一个。哦，大家都很厉害，我不选，来，你选比较 OK， 因为我不太会挑这种这个抽奖的。哇，现在好多人都打上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你是挑老公吗？本身挑老公吗？有点久。我在想说。要挑英文的还是要挑中文的啊？我觉得你就挑一个顺眼的。我挑一个我会念的好了啦。
林怡君，结果是中文，对，我以为是英文。恭喜怡君，恭喜！好，那我们刚刚聊天室的观众也有一个疑问，对不对？就是说，奇怪啊，那个健身环如果我没有抢到的话，要怎么办？对，没关系，这边大家以为只有抢购活动吗？汤米这边有好康要报告给各位了哈，有钱决定加码，要加码了，要加码抽奖给各位哈。我们再一次请我们的有闲小编，等一下下面拉一个分隔线，在今晚12点之前，只要在游戏橘子干嘛呢？TW 的粉丝团直播贴文下面留言，注意喽 ，#买游戏来有闲啊 ，#井字号哦，买游戏来有闲，并且按赞有闲的粉丝团。就可以有机会抽得这个我们最抢手的 Switch 健身环一组。那中奖名单会在2月23之前公布于有闲的粉丝团。哇！这个就是抽喽，真的是直接抽。要记得 # 哦。对，要记得 # 喽。好吧，大家这个就真的不要特别去 # 哈。那在我们这个大家在留言的同时呢，我们最后来看一段橘子支付的注册教学影片吧。边防。好了，那我们刚刚看完了我们橘子支付的影片之后呢，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小小的环节啊，的环节。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先进个短廊休息一下，好不好？短暂的休息。那等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今天最后直播的活动给完全结束掉哦。好，再见。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有闲开心买。边防。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Swap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环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
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钥，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中一百有闲开心买。边防。什么？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健身环？2月底前到刷票上参加唤起你的电玩魂活动，就可以抽 Gas 点数和 Switch 健身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泡泡，按下爱心抽大奖哦！大家好，我是小丽，请按下金钥，帮我投票哦！我是小精灵唐明玲，等等记得按笑脸选我哦！我是诗晴，按生气，不然我会生气气哦！请帮忙按下哭哭的符号，不然会哭哭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中一百有闲开心买。边防。
好的，终于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趴了。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们邀请到5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来到现场，然后呢，她们今天要来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气女神，对不对？再次欢迎她们来到我们现场，她们都已经换上了漂亮的战袍，没错。那因为呢，我们现在还在陆续的投票当中，所以我们要让她们呢剩下最后倒数2分钟的时间拉票。好，这边我的麦克风就交给我们5位女神，依序的来跟大家拉一下票，好不好？因为最后的时间了。来，第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茂茂。最后的投票时间记得投爱心哦，爱心哦，倒数2分钟喽，各位。大家好，我是某某。最后拉票时间了，跪求大家帮我点个 Q 酷酷酷酷酷酷。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小丽，记得支持我哦。嗨，大家好，我是小精灵唐明玲，记得按下笑脸，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诗晴，情人节单身没关系，我们一起生气，气气。我看到最后一个我就生气了，走开，走开！大家好，大家好，你给我回来！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你给我回来！走开！有始有终嘛，我就站在最后面啊，对不对？好，在他们刚刚拉票的时候，再给大家最后30秒，帮他们投票投起来。那呢，刚刚一开始其实我跟大家讲说，只要帮他们投票，如果你预测成功的话呢，我们会送你1688零用金。1688。对，如果你是我们冰放的会员的话，还可以加码再抽1张刮刮卡，最高回馈6000。对，那我们呢会在2月23号前，然后公布在我们的粉丝团。所以呢，如果你等一下预测成功的话，记得要锁定我们的粉丝团。如果你还没有按赞的话，赶快现在按赞按起来，才不会错过1688跟我们的刮刮卡。没错，已经倒数最后的25秒左右的时间。25秒那么精准25秒左右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人体计时器。你猜会是谁？你猜？在选自己喜欢的，是不是？不会，因为我一定会挑自己喜欢的。那你喜欢哪一个啦？没有。10、2、11、10，最后10秒了，大家投好了吗？大家要投哦，刚刚已经拉不过票了，最后5秒，剩下4秒了，3秒了，来不及了，2秒，1秒停，请让我下截标线。现在我们的小编呢要统计他们每一个人获得的票数是多少？那刚刚汤米以为呢他可以逃过此劫，那因为呢在计算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话可以聊。来，喜欢哪一个说？你当主，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主持搭档。我完全感受不到你的爱意。我们没有在上面。Sorry 哦。哪一个啦？5个哪一个？好，那这我跟你讲，我喜欢哪一个不重要啊。这个我们先讲一下，我手上这一袋，大家都有看到，我手上不是一直拿着一袋吗？这是什么呀？这袋是什么？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这个。就是我们得奖的女神会得到的这一组，就是 Q Break， 这是加码的，然后里面有公仔，然后还有这个阿甘人生的这个角色周边1组，对，这个东西是待会要直接给他们，送给他们的。哦。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女神的这个背带，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奖带，因为我不方便把这个奖带搬过去，所以我会请牛牛帮我的忙。好的，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票数统计待会就要马上出来了。我觉得其实蛮残忍的，老实说。你身为一个女神，你身为一个女神，那你这个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得票率高，宣布得奖要有什么样的重点？我觉得就是亲民。所以其他没有得就都不亲民嘛，对不对？不是这么说，每一个人，我觉得以前的女神就是那种遥不可及，就是看到她你就觉得她身上的气就是仙。可是现在的女神好像是观众会觉得她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像碰不到了，对，反而很像我每天可以看到她，她就可以成为我心目中最贴近她的那一个。我刚刚看她站起来感觉很得意，因为她已经把那个奖带给披起来。我自行宣布得奖啊！我觉得观众会生气。我觉得观众应该也还好，但是我是前1秒。好。这个我必须要站起来，因为呢，接下来我准备要公布的就是。你必须要站起来，是因为你快要站不起来，是不是？我老了，那个循环不好。我待会呢准备要把我们的这个算是最后的奖品，直接交到票数最高女神手上。第1名的手上。到底是谁呢？是谁呢？好紧张哦！我来呼吸下这边的空气。你不要污染人这边的空气，好不好啊？我们恭喜。茂茂获得我们的这个最终的奖励，然后我们请妞妞，然后把这个奖带交到她的这个手上。这个奖带上面没有写女神，是不是？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访问一下，好不好？好的，稍微跟茂茂聊一下，就是
最后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投票女神的一个感想怎么样？要不要谢谢你的支持者帮你投票？谢谢得奖获得今天的第1名，但是我觉得会得奖是因为大家很喜欢游戏橘子，所以才会点爱心，不是因为。只是因为我今天刚好代表爱心，所以就获得了这个奖品。谢谢投爱心的玩家们。为什么会投爱心？因为像我这种就是想要在聊天室想要刷爱心没得刷，到现场想拍照比爱心没得比，所以只能按爱心了，只能按爱心狂点起来。对啊，情人节嘛。是的，那也谢谢今天呢在线上为这5位女神投票所有的观众们，没错，然后以及所有的玩家观众陪伴我们3个半小时，然后跟我们一起共热。但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拿到礼物的话，没关系，在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8点到晚上的11点，我们也会同步的继续由我们我跟汤米，然后明天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主持人一起来陪伴大家。是谁？是谁？你明天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就先不爆雷，因为一时爆雷一直爽，一直爆雷一直爽。对。那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陪伴我们，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冰放 App 的话，赶快下载起来，明天还有更多礼物等着大家拿啦。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橘子现场嘉年华，明天见，拜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记得要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哦！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动漫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买游戏来有闲，领券购买更便宜。